各位朋友，各位福傳嘅朋友，我哋之間嘅共同嘅一點就係大家有呢個福傳嘅心火。我想講網上學校呢，唔係話只係資料室，嗱，呢個觀念要取消。有啲人係錯嘅觀點，佢覺得學校係一個資料室，有圖書館啊，喺嗰度查，要攞啲資料學啊得啦。唔係話，我哋學校真係一個團體嚟嘅。呢個係我哋嘅夢，唔好放低，真係要努力做成一個團體。你哋畢咗業，你翻去都得嘅，受歡迎，唔好走住。慢慢呢間學校會發展成為一個團體，福傳者嘅團體，一個信仰嘅團體。喺邊度呢？網上，我相信耶穌係網上揾到嘅。點解呢？因為有你。邊度有2個人、3個人聚埋一齊，因為耶穌嘅緣故，耶穌喺嗰度。如果我哋呢2個、3個因為福傳嘅緣故喺網上聚埋，點解耶穌唔喺度啫？一定喺呢度，你明唔明啊？呢個係網上學校嘅特色啊！有一個團體先至有學校，冇團體冇學校，係一個網上資料室啊！好悶嘅嘢，我都唔做呢啲嘅，唔係我做呢啲嘢嘅，好冇啊？大家今日好似一個許諾，應承咗努力，因為團體你要大家做嘅。網上學校呢係一個團體，贊唔贊成啊？Good， 多謝，好多謝你。播種子，傳福音，傳憑主你護蔭。網中音，共牽手知識，繼續覓尋，報歡欣，齊關心，再無分遠或近。愛心因愛心，聽到呼聲，聖神在心。